今集介紹地堡街的年輕電梯樓，好適合新婚上車的人士。建築約650尺，現改為半開放式，走廊位置擺放收納櫃，全屋光猛多窗，可改1房或2房任君選擇。時尚裝修，重點廚房一啲都唔細，木係裝修令房間整體感到溫馨舒服。窗外景觀非常開揚，遠處仲可以睇到銀河景，重點向東南。床邊仲做咗大型衣櫃，另一邊窗外景觀望向地堡街。有興趣盡快揾小編約睇啦！環境非常好，理想家唔想錯過就立即真實喺角度啦，帶你睇盡澳門樓宇，謝謝支持。